我係鄧銘森，選舉委員會界別嘅立法會議員。我係一個土木工程師，我做咗土木工程20年㗎啦。咁有好多香港嘅建設啦，例如藍田將軍澳隧道、淨化海港計劃、西九龍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咧，我都有份參與嘅。大概10年前啦，咁就透過選舉咧，就成為油尖旺區議員。本住咧，即係用我專業嘅背景啦，去幫助啲市民解決有好多即係區內嘅問題。咁你會點樣利用呢個土木工程師嘅專業咧，喺議會上面推動政府咧落實一啲更加高科技、高質量嘅基建呢？嚟緊呢4年咧，我都比較會着重關注呢個北都嘅發展。咁佢嘅工程啊，或者係發展嗰個提速提效啦，咁我都希望可以幫到嘅。佢哋嘅綠色嘅建築都係我哋需要關注嘅議題。我哋做土木工程嘅，咁就比較係了解嗰個譬如流程啊，有啲嘢係需要點樣去技術上邊如何安排啊嗰啲，咁都可以俾到啲意見政府。當中有冇啲咩嘅議題你特別關注咧？未來4年咧喺議會當中，咁另外一樣咧比較有興趣嘅咧就係寵物嘅福利同埋經濟啦。咁我自己本身咧即係都係有養動物啦，咁我都希望可以喺議會裏邊提出多啲寵物友善嘅政策。咁仲有一啲新嘅諗法啦，包括就係同我哋中醫藥業如何係有機去結合。咁我哋而家咧其實已經係由治及興㗎啦。咁我哋如何係振興呢個經濟啦？可以用好我哋香港嘅專業力量。咁我哋希望可以凝聚到呢一方面嘅力量，係貼地嘅角度，咁樣咧就可以帶動香港我哋再出發咯。